佢哋話魚嘅記憶只有3秒鐘，我希望呢個係真嘅。我叫小麥，係一條生活喺陸地上嘅魚。好多人唔相信我嘅說話，但係我從來冇呃人。喺嚟到呢度之前，我一直同一條美人魚生活喺一齊，自由自在。我想返去，呢種念頭喺我遇到我嘅美人魚之後變得更強烈。2014年4月1日，愚人節，我重新遇到佢，不過佢好似唔識得我啦。冇關係，魚嘅記憶本來只有3秒鐘，我會喚醒佢嘅。嗰一次係我第一次仔細咁睇佢，佢好似比水裏邊更加靚。諗一下，我好似從來冇喺水裏邊清楚咁睇佢嘅樣。佢咁靚，我之前竟然冇發現喎。我猶豫咗好耐，要唔要話俾佢知我哋嘅故事。抬起頭嘅時候，佢竟然對住我笑，或者佢記得。我識得嗰粒糖，係之前我同佢仲係魚嘅時候最鍾意嘅嘢。但係好奇怪，當我再抬起頭嘅時候，佢竟然消失咗，就好似從來冇出現過咁。我揾咗好耐，但係一直揾唔到佢。我諗佢一定記得我啦。可能佢有咩事，一定係佢係而家嘅人，好忙嘅，我理解。
就好似愛美人魚。自從嗰次之後，我經常遇到佢，不過佢似乎從來冇注意過我。我尋找佢，追逐佢，但係佢好似一陣風咁，令我無法觸及。我真係好想返到水裏邊，喺陸地上嘅感覺唔係幾好，令我覺得好冇安全感。唔知道愛美人魚而家喺做咩？我要帶佢返去。
真係好掛住佢，唔知道佢唔會掛住我呢？就算3秒鐘都可以。我決定送佢一條魚，然後話俾佢知我要帶佢返去。我覺得佢明嘅，所以佢一定會接受。送俾你，我哋帶上去，一齊返大海啦！做咩啊？你唔鍾意？佢好靚啊！你睇，你唔記得咗？我哋係魚。哦，係，你梗係唔記得咗？我哋記憶只有3秒鐘時間。冇事冇事，你唔記得好正常。我話俾你知，我哋本來呢就係生活喺水裏邊嘅魚。唔係啊，你睇，我哋係同類嚟㗎。我唔敢相信，佢殺咗我哋嘅同類。我嘅美人魚，你究竟發生咗咩事啊？都話世間嘅相逢係久別重逢，但係點解我嘅美人魚到最後都冇記得？我叫蕭默，係一條生活喺陸地上嘅魚。好多人唔相信我嘅說話，但係我從來唔呃人。今日係2014年4月1日，我喺呢家魚店裏邊睇到一個女仔，佢好靚，好似一條美人魚。我突然諗起以前睇過嘅一個故事。從前有一條魚，喺變成人之前，佢一直同一條美人魚生活喺一齊，自由自在。後嚟，佢嘅美人魚變成咗人類，離開咗佢，為咗揾返佢心愛嘅人，佢用自己嘅尾同一對人嘅腳做咗交換。到咗陸地之後，佢發現
原來嗰雙腳係有殘缺嘅，不過佢覺得值得。後嚟佢重新遇到咗自己嘅美人魚，但係佢好似唔記得佢。不過佢覺得冇關係，因為魚嘅記憶本來只有3秒鐘，佢會喚醒佢嘅記憶。呢個故事我諗咗好耐，如果有機會，我好想上去拉住佢嘅手，話俾佢知呢個故事。可惜冇機會啦。